后来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冷的时阵，透早上低温伫咧台南14度1，是入秋以来的上低温。明仔载后日好天气，北部的高温会回升2-3度，到24度、25度。但是到礼拜暗，东北风会阁增强，后礼拜2的透早，中部以北的低温会阁降到13度。 天气冷，浸温泉，规身躯浸伫个小乎乎的温泉内上爽快。台北季风报道，透早上低温伫台南14度1，新北市双溪、嘉义市嘛只有14度3，是入秋以来上低温。不过这周末的天气会小可回升。周末2天呢，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我们在北台湾这边的气温会比较回升一些。预估白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24到25度左右，是比较舒适的。 不过呢，在降雨方面呢，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今仔北部高温大约是21度，周末回升到24度，但是后礼拜拜2阁到18度。若是低温的部分呢，嘛对周末18-9度，到后礼拜只剩15。在周日的晚间开始，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冷空气的强度预计会比在今天清晨影响这一波还要再稍微强一些些。那这一波呢，预计是在周日的晚间开始增强，一直到影响从周1到周3的这段期间。那预计周2呢，也是这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下晡东北季风影响上明显的时间是伫后礼拜2的透早，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低温是来到13度，北部东半部拄着有低渐雨，12月就要入冬啊，要出门的时阵爱记得穿厚的外套。